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Gemma。我細細個咧已經好中意研究說明書㗎啦。每一件產品嘅成分我都會由頭到尾睇一次，睇下邊啲係好嘅成分啦，邊啲係對人體唔好嘅成分。好多年前已經自己開始整自己護膚品啦、lotion 啊、精華、潤唇膏，當然唔少得就係洗頭水同護髮素啦，都係自己整嘅。留意到咧，其實好多朋友咧一路喺度猛換洗頭水喎，點解咧？試嚟試去唔係因為有頭皮，就係太立，一直都未揾到完美啱自己嘅洗頭水。我同先生就諗啦，其實洗頭水係咪可以訂製嘅呢？疫情期間我哋就萌生呢個創立品牌嘅諗法啦。不如我哋都可以整一個 custom made 產品嘅品牌啊！就係咁開始咗 Mela。Mela 嘅法文意思係融合。創辦呢個品牌，我哋唔係單單為咗提供產品，而係提供 formula。我哋希望透過客戶度身訂製一個專屬嘅 formula， 然後按住個 formula 咧，客戶可以訂製出一系列嘅護髮產品，例如洗頭水、護髮素、髮尾油、頭皮精華噴霧等等。我哋通過 AI 分析同簡單嘅問卷去認識到每一位，設立咗個 formula。通過 AI， 我哋會知道客戶嘅狀況，例如根據頭嘅圓周尺寸啦，計算出髮量嘅比例，髮線嘅位置係咪合適呢？檢驗出呢個紅腫發炎，有冇頭皮碎，頭髮冇開叉，頭皮會唔會好乾，定係太多油脂分泌呢？我哋將呢個專業護理嘅頭皮知識、香薰治療同埋基本中藥藥理加入 AI 之後，除咗幫助我哋了解客人狀況，更加為客人帶嚟一個更對頭皮啦、對整體 wellness 更加好嘅配方，好好地將配方同產品融合，希望可以幫大家照顧好大家嘅頭皮頭髮，有更加健康嘅自己。